好啦，歡迎大家嚟到 GA110全港學界三人籃球錦標賽總決賽，即將係會有進場嘅儀式，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24支嘅球隊。我哋有小學女子組，崇真小學暨幼稚園；第二隊香港嘉諾撒學校，之後就有協恩中學附屬小學。之後就有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，接住落嚟就有小學男子組，漢斯德瑞學校、鳳溪創新小學、香港培正小學、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。好，下一隊有中學女子組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。下一隊係拔萃女書院，下一隊有寶覺中學，之後有匯基書院，中學男子組有裘錦秋中學葵涌，之後有英華書院，下一隊係北角協同中學。之後係香港鄧鏡波書院，之後到大專組啊，掌聲唔好停！有女子組嘅職業訓練局，之後有香港大學，下一隊係香港理工大學，下一隊係香港浸會大學。至於大專男子組，我哋有香港浸會大學。之後下一隊係香港城市大學，下一隊有香港中文大學，最後我哋有香港理工大學。OK， 再一次俾啲掌聲，24支嚟自香港中學、小學同埋大專組嘅球隊啊！